台湾教会公报3570期25版台文世界少女情怀，作者高嘉辉。阿芳是一个爱做梦的少女，是高中生。因爸母对伊真好，无甲伊束缚。想要参加啥物活动，伊家己决定就好。只要毋是歹代志，因爸母拢会支持。阿芳伊阁诚有气，毋过伊想要20岁就结婚。伊想要找一个袂散赤，毋过嘛毋免偌富裕的查甫人，会当倚靠就好啊。伫高中出业无偌久，伊讲想要嫁互一个卖衫的阿芳，讲即个查甫人是伊梦中的情人。阿芳甲阿芳才熟识6个月尔，就安尼认定，阁甲阿芳讲遮个话，害伊煞错一条，就甲因讲，咱先做伙看觅，等咱较熟识，才来讲要结婚的代志，好无？阿芳听着阿芳安尼讲，想想咧，嘛真有理咯，就甲应好。因做伙无偌久，差不多1-2个月，就开始咧冤家啊。是为虾米冤家咧？因为阿芳讲，若要做伊的某，就爱听伊的，顺伊的意，莫甲伊闹，伫遐咧糟蹋。毋过阿芳伊是一个真有想法的人，毋甘愿无主张，戆戆听伊的话，就常常气噗噗，伫遐讲为虾米一定爱听伊的。阿芳即种想法，毋免讲，无偌久因就分开啊。阿芳嘛无怨叹，想讲搁找别人就好，毋免勉强啊。毋过即时伊的少女美梦算碎一半啊，因为伊今年就要19岁，离要结婚20岁的年纪，阁剩1冬若定。阿芳伊无死心，因朋友甲绍介一个漂泊，阁真敖写台语文的母语老师阿水啊，互伊。阿芳一看到阿水啊，就傻着啊！伊心内底想：即道我应该无看毋着人啊！我要嫁伊啊！即声害啊！简单看阿水一面尔，就想要嫁互伊。过来，因会有啥物笑亏待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阿水你好，我是阿芳。阿芳讲甲真鄙视，我有听到恁爸朋友讲，你是真有想法的查某囡仔，我欣赏哦。阿水甲阿芳学落甲答指，安尼哦，多谢你，你嘛袂歹，生做缘投，人阁真趣味，而且阁是一个会晓写台文的人。我介意。阿芳讲出伊的爱意，互阿水听。哎呀，你嘛生做真古锥啦，咱着互相照顾哦。阿水讲甲微微啊笑，好，无问题啊。阿芳微微啊笑，伊在想，安尼我无看毋着人去。即声好笑啊！阿芳掠准讲想着一个好翁，毋过伊毋知阿水真正的想法是啥。阿芳甲阿水做伙的时阵真甜蜜，阁会烧酒去海边佚佗，阁去食好料的。阿水嘛真大方。请伊袂少钱的大餐，两个人会当讲是好甲靠头甲相连。我头拄仔讲过，
阿水是一个真敖写台文的人。阿峰其实有看过伊写的第一篇小说，佫认为真好看咧。有一篇写着伊甲因阿爸伫讨论敢要升学的代志，阿水伫考虑，毋过惊袂出业啦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无搁读，继续写伊的文章，做伊的台语老师啦。阿峰真爱做梦，逐遍读着阿水的文章，毋是笑嗨嗨，无就是得要哭出来。伊真钦佩阿水写台文的功力，会当一时仔互伊欢喜，一个仔搁怨慼起来。读了阿水写的小说，阿峰搁愈喜意即个查甫人啊。有一天约伫餐厅要食饭的时，阿水讲伊去便所一下，等下就转来。结果阿峰想讲好耍，就对伫阿水的后壁看卖。啊！阿峰即声全看甲戆去。阿水伫斟一个查甫囡仔，佮讲：我爱你，明年就要甲你带入门，你毋免烦恼。阿峰看着即幕，伊的愿望拢碎去啊，嘛足受气的，想讲伊是啥物时阵搁交另外一个？无食饭就离开餐厅。阿水转去原本要食饭的迄桌，发现无看到阿峰，伊咧想：惨啊！代志变空啊！是毋是阿峰知影啥？阿水就赶紧敲电话互阿峰，阿峰拢无要甲接，即声代志大条咯。阿峰足伤心来离开，伊毋敢相信阿水竟然甲伊欺骗，甲伊当作戆仔，甲伊骗甲玲珑洗。阿峰足气，伊决定要家己生活就好，就算讲无嫁翁，嘛无啥要紧啊。伊要做上好的家己。无爱搁互人白条咧。阿峰伊相信靠家己，毋免倚靠别人，嘛会当有一片天。